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真欢喜有这个机会来到这各位兄弟姊妹三个敬拜。其实我来到伫旧界中间来到咱建设教会，我坐伫遐来礼拜。我记咱的教会，咱的讲台，我真欣赏。咱的讲台真宽大。我毋是认真咱的建筑物，因为咱的礼拜堂真悬，就互咱会记上帝是至诚至悬的上帝。咱拿伫遮就愈显出咱的义，咱就知影咱谦卑来事，一定得着福气。有打算今日这个遮尔好的机会，会当来咱做伙伫遮来看上帝话，做伙来敬拜。先咱的感谢，咱来先三个来祈祷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我满心感谢你。主若毋是你的警告，阮袂当成做上帝的囝儿。若毋是耶稣基督宝贵的家杂，阮袂当洗清阮的罪过，来到你上帝你的面前。主，我袂永远来落你，也袂一世人来分对阮的主耶稣基督。我仰望你，由你的圣神常常来提醒阮。阮伫你的面前，就谦卑来服侍，阮就的确要得到上帝你所赏赐无限的福气、永远的活命、心内平安的喜乐。阮就今早起阮的敬拜，来仰望上帝的手，由你的话，由你的圣神来扶持阮。当心伫你的面前祈祷感谢，靠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今日咱要当选牧师第几日？第六日，感谢主。所以我用2个故事4张图来甲咱三个分享。咱来看这个第一张图是安尼，毋知你看到什么？啊？有时有无明，但是咱若是上帝讲来照，咱就感觉会当较清楚。伫咱的信仰的中间，有时值得咱去提醒咱家己，到底咱的信仰到什么款的地方？上帝启示有时爱听候，亲像咱听候咱新的牧者嘛，听候2、3冬啊吼，因为咱感觉这要紧的代志。后来，歹势哦，我无正做咱的牧师，对这较无熟悉。袂合，我再等一下。所以咱是一个真有耐性的一个教会，感谢主。牧师较急性，所以有时爱小可耐性的操练。咱来想，咱的信仰，当咱信主愈久，咱的信仰有哪进步？当上帝互咱的智慧，咱有哪来哪要我靠上帝啊？我着爱注意一个嘛。是爱等伊找到谦卑，只是有无明，到迄日就光头对面啦。安尼今日我的 PowerPoint 就甲你的电脑不相容啦。可以了。你会知你用这么多钱啊？但安尼你甲上帝关系是安怎？你甲上帝关系，若用咱人来甲上帝来比，咱会当用什么款来比例？我毋知影。真正上帝是无限到遐尔大，咱人是遮尔啊微细。好，咱来先来看第一张图吼。OK 了吗？有没有？刚刚有出来。OK 是哈。好，安尼互咱看，毋知咱的。会当用咱真侪想象来看第一张图，咱有看到什么？小圈圈。小圈圈，好，咱有看到咱有看到什么？微笑。微笑，啊。咱看第二张，咱看到什么？2个微笑。西瓜。啊？西瓜。啊，咱看到西瓜。
安尼我较食来，我就愈来愈来。来，因为现代姊妹去上班的就侪嘛，对吧？姊妹做辛苦。啊，有一个姊妹，一个负责人的太太，伊嘛出差，代志办完啊，伊想讲吼，我的安娜达伫厝嘛真辛苦，即几工吼，我也袂当煮饭洗衫，我的安娜达应该是非常非常的辛苦。所以伊就决定咧提早一天回来，想讲互我的安娜达安尼惊喜一下 ，surprise。所以就点钟门拍开，伊的房间门，结果一个看，险险的闹冲眩，因为伊看到伊的眠床顶棉被架咧，竟然有两双脚出来伫外口。这实在是吼，袂堪的去，想讲到遮来，我安尼为着我的安娜达安尼提早一天回来，想要给你一个惊喜，竟然有两双脚，要安怎处理？就想要甲扒落去。但是吼，好佳在这个姊妹吼，有来咱建成教会听牧师讲道，伊有印象，牧师甲伊讲吼，雅各书甲咱讲，毋通快快生气，就爱紧听慢讲，慢慢啊想。所以想讲好，等我来啉一杯仔水吼，才来甲你算账。所以走去灶骹的时阵，电话就拍到，老公你怎么坐在这里呀？伊讲较细声的啦，恁爸爸妈妈来。啊，咱房间有冷气，所以爸爸妈妈出去，你来去走转来。我想要互咱来分享，这个有些人想讲家在呢，我有听上帝话，就我一声甲扒落去吼，真正当去拍着家己的爸爸妈妈。我要讲的就是，当咱开始认捌主的时阵，咱有听这有看着讲，有一个小小的圈圈啊。咱是这样的气势，上帝是无限的大，迄个咱家讲是微笑好，迄个圈圈大到我这个图我都显现出来。上帝这啥伟大，咱家己本身是一个比喻，所以这个姊妹伊有会记得上帝话。刚才我本仔撒起来，对伊爸爸妈妈甲喊落去，啊无即声咱就惨，拍一个无死嘛挂掉。兄弟姊妹，我想咱起初在座，不管是咱第一代信徒，还是咱对厝已经几落代，毋茫咱一开始的时阵咱想，嘛毋茫咱永远想，咱家己是比喻，伫无限的上帝保守内面，咱真正要得到伊的保守，得到无限的疼痛。得到无限福气。咱来看第二个，互咱来想象，咱讲看着时规，咱来时规走对不对？你那边有办法控制吗？帮我看这个，来，好，这边，兄弟姊妹，在座有做父母的，手举手势了无？好，感谢。有做人的囝儿的。我是啊，有一个青年，伊要出差去高雄，啊，到暗时8点外，甲客户讲了，伊甲同事做袂开车，做了就敲一下，伊爸爸，爸爸，我即摆8点外吼，按算要转去啊，对高雄转来台中。啊，你门莫锁哈，所以你做去困，啊门莫锁，啊我转来的时阵吼，我就门开开，我家己去楼顶困。想了真焦整啊吼，安尼有效无？有啦吼，算有体贴。无拍算吼，高雄呢，咱才有高雄啦，有够热情呢。迄客户讲，袂使，恁对遐远落来吼，来我的卡拉 OK， 甲我坐坐，恁来我得到足大祝福。哇，无拍算就过去高雄，我等佫前点外钟。这个青年想讲，我敢着佫敲电话，
佫敲电话哦，爸爸佫叫我吵去，啊慢，莫吵好啦，反正我都已经交代好啊。到半路，转来到厝里已经2点外3点半暝，竟然塞车。啊，什么代志？还没有搞清楚状况，已经有人对车门拍开，讲先生拜托的，甲阮送来病院。原来是一台美玲暗时去啉烧酒，驶进了，听伊讲驶100外，对迄个小火车才甲撞落，人受伤，加在是轻伤。所以我到即摆印象中足深的迄台叫做 BMW 的，所以若有机会，我嘛要来买一台去较安全。佫再将即个受伤的人翻头送去台中市，啊，才佫翻头转去到厝。恁可能想讲奇怪，牧师你哪会知影遮尔侪细节啊？真歹势，迄个就是我啊。转去到厝的时阵，4点外，门拍开，请问发生什么代志？爸爸坐伫遐。爸爸坐伫遐，年长的做爸爸就是讲安尼，爸爸坐伫遐，电话一开，爸爸你怎么坐在这里？你想爸爸会讲什么？经过几落10年，爸爸讲的迄句话，我永远会记。爸爸讲，你无转来，我哪困会去啊？啊，你即摆我要甲我的老爸代志甲咱分享，就是讲，咱有当时咱想真骄纵啊。迄个时代无手机啊，所以爸爸嘛无法度敲电话咱。咱拢想讲吼，我已经交代好了，爸爸 OK 嘛吼，你就去睡觉，我就回来的时候我自己开门。啊，就完美啊！我袂甲你吵着，你嘛免等我。但是爸爸咱困会去啦。爸爸讲迄句话，经过遐济，我拢印象深。你无转来，我才困会去啊。好啊，紧去困，我嘛要来困。爸爸已经伫遐，对你预定要转来的时间，可能是12点，可能是11点外，伊就开始喵喵看。所以我甲咱分享的就是讲，有时咱亲像。这毋是死鬼啦！咱亲像咱家己感觉，我想的真骄纵，我想真好教会，我伫教会内面听真济上帝话，上帝智慧哪加甜，所以咱有当时，咱有当时无形中，咱敢若甲上帝平等的，对无？有时咱就是安尼，我就是安尼，咱拢想讲，我想得很完美。但是咱无去想爸爸会安怎想。虽然到即摆我无生囝，为着服侍无说，毋过我就会当体会讲父母的心意是啥物。那伫咱信仰的顶面，咱更较应该爱去想啥物，上帝的心意是啥物，这才是要紧。咱会当转来到永远就是上帝是无限的，遐尔样无限。我是一个智慧一个圆箍啊，我常常要来想。我的阿爸要爱我做啥？我天顶的爸爸要爱我做啥？伫咱人的中间也是共款，毋但咧想咱的父母，嘛咧想咱的太太、咱的丈夫。有时甚至咱嘛咧想咱的囝儿、咱的孙，因在想啥？因爱是啥？特别咱伫教会服侍也是共款，毋是用咱心来做主。我想要对你做啥？乃是咱会当去想，你需要啥？我会当安怎来帮助你？我想这是互咱一个特别，互咱一个提示。咱来看今日咱所读的经节，咱有当时来想讲，到底伫咱的信仰的顶面，咱咧想啥物？咱咧做啥物？我想这嘛是互咱真需要来学习的一个所在。今日咱读的经节。伫安息日，到底会当依伫来，还袂当依伫来？即个图咧甲咱讲啥物？咱了佫是即个，恁的正手边即个意图啊。中即个呢是啥物？有时可能是咱的财物，咱的背景；有时对于犹太人来讲，是因的律法，因的条例。有时咱甲咱家己甲遮个真重要的，咱的财富也好，咱的厝价
咱伫世间所追求的遮个，已经怎样大，甲咱平平要紧啊！上帝伫倒位？上帝互咱求甲剩一个小圈圈，互伊看无去啊！犹太人就是安尼，咱今日所读的圣经在讲，伫安息日会当医治一个人无？会当无？我若伫遮心脏病发作，你敢要甲我救？哎，你会犯着叫犹太人甲你掠去定。对犹太人，因认为因是上帝的选民，所以因领受上帝10条诫真要紧。其中第4诫在讲啥物？爱守安息日，爱守安息日。安息日袂使做工，6日的中间你爱着偌做工，总是到第7日爱安息，爱耶和华上帝来守安息。犹太人因将10诫慢慢发展出有几条律法，咱知影无？当中有613条，其中有248条是会当做，有365条是袂当做。365做好记，一年有365天，每一天拢袂使做，所以365条是完全袂当做。会当做是248条，做好记。当你开始做2条，会当做，啊，你就变4变8加8，做好记。因从遮个看做真要紧，所以对犹太人来讲，因有时伫因无自觉的中间，已经将上帝遮个所发展人所发展遮个条例，已经咱亲像比上帝较伟大。所以我只要修这，我就会当得着。所以当耶稣伫安息日入去会堂要教示的时阵，伊拄着一个正手高大的人伫遐，伫迄个中间，你想耶稣要甲伊救？对犹太人来讲，这是袂当做的代志。所以有经学士、法利赛人，因就伫遐看讲好，你这个耶稣，定来甲阮惨了，阮就来看讲伊会做啥物。因的意思就是讲，因要找空房来告耶稣嘛。其实咱伫第6章第1节开始读，搁另外一个故事，就是另外一个安息日，耶稣甲伊学生对迄个卖园经过，因就抓迄个麦穗，用手碎来食。啊，这其实吼，这就不应该做的代志。所以迄个时阵，法利赛人就讲，安息日所唔应该做，你甲你学生请事伫遐做伊，你实在不应该。耶稣就甲伊讲，当大卫甲军队人入去到圣殿，迄个拜的饼是干那祭司才会当食，毋过大卫甲伊的军队人拢总食。耶稣咧讲什么？安息日是为着人设，毋是人为着安息日设。耶稣咧甲伊讲，上帝心意才是重要，上帝所创造的人才是重要。所以耶稣甲伊讲，人主是安息日的主。人主是上帝道成肉体的人主，伊才是安息日的主。所以这犹太人因想要找空房来告耶稣，所以伫因的立场讲，安息日就袂使做工，所以上帝倒位已经不要紧了。因认为律法守律法较要紧，因感觉讲阮家己是对，所以就来批评耶稣。兄弟姊妹。有当时咱嘛爱想，亲像迄个姊妹，若无会记你讲，我伫遐听上帝话啊，毋通紧紧想，我来叫喘者，真正要想才搁讲。所以咱会当谦卑咱家己，嘛亲像迄个真闹气迄个少年人啊，就是我家己，咱拢想讲，我想的是对，我想得很完美。我比爸爸多念了几年书，我应该想得很周全。咱有当时往往是安尼，咱无谦卑伫上帝。所以有当时咱常常会批评这批评迄个时阵，咱就爱自省，转来到上帝面前来想上帝心意是啥。耶稣今日留落，互咱来教示就是安尼。耶稣咧甲咱讲啥物？上帝心意才是要紧，毋是遐律法甲人。上帝爱咱想，咱甲想，咱拄则就真欢喜，所以我真放心。我若伫遮，万一中风，恁会来甲我救，
恁爸讲去互律法绑掉咧，讲啊，恁袂使听伊要敬拜上帝，迄条牧师咧吼，伫边仔串就好，啊，感谢主。咱就知影讲，上帝心意是爱上帝囝儿来得到救济。敬拜上帝是要紧，即个拯救嘛是咧敬拜上帝。所以我想，这个就是对咱即种的挑战，一种对咱信仰的一种的挑战。所以耶稣就叫迄个人讲：来，你起来。迄个手鼓来讲，你来徛伫中，伊徛伫中。耶稣就借这个机会问遐个法利赛人，遐个想要找空房来告伊人，就甲伊讲：我问你，安息日行好事行歹事，倒是人得着？倒是人得着？救人的性命还是害人的性命？倒是人得着？耶稣就安尼来甲伊挑战，倒一项较合理啊？意思就是。上帝所爱的是倒一项？上帝是爱恁互律法绑掉的安息日是袂当做工嘛？遐尼即摆可能咱毋知有人会当体会讲，犹太人因迄种的律法，甲分绑到什么程度？有一个台湾的留学生甲犹太人住做伙，安息日伊要出门的时，伊交代即个咱台湾去的即个白白是留学生。伊甲伊讲，无啥物人，拜托，伊讲啥物代志？确定我出门出去吼，迄门你才帮我关一下。我出门出去的时阵，啊，你才拜托你帮我关门。咱台湾留学生讲是安怎？因为安息日我袂当关。这是真诶，咱我都有时我都好想想。上帝爱咱守安息日，咱今日基督徒咱守主日是啥物？是咱的心内爱尊主最大，较毋是伫遐讲我出门袂当关，若关我就罚着律法，罚着伦理，较毋是安尼法。上帝是爱咱的心真正安息伫主内得着快乐，吼，得救是在伫安息，得着快乐。所以耶稣就甲迄个人讲：来，你伫遐，迄个手就移去。但是遐个人煞满心生气，三甲比如讲，咱怎样来办耶稣啊？但是感觉足奇怪，但是有时咱嘛是安尼，咱嘛有时真拥有咱的偏见，敢毋是？上帝是听，但是咱的人生有时有咱的偏见，有咱的固执，所以咱有当时掠咱家己的立场甲看法，讲安尼我才是对。确保伫咱的敬拜中间来超出上帝的心意。犹太人守安息日，守到因做规则，守到因伫安息日袂当救一个人，这个互咱感觉足奇怪吼。上帝就是听，上帝就是要拯救人，上帝就是因为这个听，所以道成肉体来到伫咱的中间，要互咱得着救。确实安息日袂当救一个人。所以我想，咱今日来敬拜上帝，毋是一个形式，乃是要互咱来得着救。耶稣教示咱嘛是讲，你着听上帝，也着听人。所以伫安息日的经，敢有啥物款的毋对？有时是因为咱家己所徛的立场无共款，咱就诚做咱家己的偏见。今日我嘛，家己想的，咱来咱过来思考。等于到第一张图，上帝也是共款无限。咱迄个银箍啊，敢若有相反较大一丝啊，因为咱伫主的内面成长。但是咱中即个是啥物？就是咱伫教会侪人的中间，咱有当时爱有淡薄的规矩，嘛有当时咱会设立一寡同工来为咱服侍。比如讲，咱选中职，咱选会长，咱就委托咱的小会员、咱的长老来为着教会兴旺来服务。总是有一个真要紧的，就是不管是咱的小会，不管是咱家己，咱要紧，咱拢是要超出迄个无限的上帝心意伫咱的中间。其实牧师有几落年啊，拢来到伫咱的教会，拢去留点，我有参加一个读经班，嘛借这个机会来感谢咱教会真正真听这个牧者、服务者当伫遮啊，做伙来读经。陪伴阮的讲章上到分享，我毋捌伫遐看见咱的教会。罗坤牧师也是我真敬重一位好的牧者。
我相信咱即几年无牧者的中间，咱每一位兄弟姊妹，咱拢真心祈祷在唱衰。咱的小会员嘛，真正真用心啦，真用心在唱衰。人讲廖牧师，你拢有来阮建成教会，我今日就来啊，来伫咱中间。所以希望咱会当用祈祷的心，嘛将即个咱的小会员帮咱敲碎即个牧者，毋但是今日咱要来甘选，互伊来食做咱的牧者，嘛希望咱兄弟姊妹嘛要通过即个动作，搁一遍来归心伫咱的教会。甲咱的牧者，甲咱的小会员，咱三角同工。刚才人拢无完全，咱毋是完美，但是咱来当对无共款的角度，同心合意来敬拜上帝，来侍奉你，上帝必定会要大大来赐福咱的教会。愿上帝为光神咱，互咱用安尼的心来建立智慧，互咱的教会一定不改变。咱三角来祈祷。主阮的上帝，我满心感谢你。用你的名所设立的建成教会，主真正是诚做人得到福气的一个所在。毋但教会兄弟姊妹，甲这个所在有做的牧者伫遮组织，来研讨上帝的话语，来学习怎样会当将上帝的话语真简单，总是真有深度，来向兄弟姊妹来传达。特别上帝，这个所在是你属候的所在，这个所在是为着上帝你来做光点的一个所在。主，我感谢你。过去阮的牧者，上帝你差派伊去到别个所在，继续来学习。伫这个过程的中间，兄弟姊妹也无失了对上帝的瓦靠，有愿同心合意的敬拜的学习。我嘛看见阮的同工、中职同工，特别阮的小会员，用尽心力伫上帝你的面前来祈祷、来敲吹，要为着上帝你所差派的牧者，阮来得到你的启示，阮来做阮应该做的努力。感谢上帝，透过安尼祈祷、安尼敲吹，我要伫今日的礼拜线要来举行好会，来感选阮新的牧师。特别上帝，阮毋是要伫遮来行使阮的主权，乃是阮伫遮要来见证上帝你的名。阮要伫遮来证明、显明上帝你的心意。阮嘛要伫遮搁一遍来甲主你讲，愿意委身伫这个教会，因为这个教会是上帝你大大祝福的教会。所以愿主你就听阮的祈祷，愿主你的圣事来引带阮，也阮伫丰盛伟大的上帝面前，莫谦卑阮家己，阮大家结连做伙，阮就当成做上帝伫手中下用的器皿，甲伊忠实的劳动。阮结连做伙，也必定要高举圣洁，来荣光上帝的名。愿主你赐福阮的教会，赐福阮建成教会每一位兄弟姊妹，每一位同工，搁较有慧力来得到上帝的赐福，你的引带。将阮家己本身摆咧伫主你的面前，求主你引带带领，当心伫你的面前祈祷、感谢、恳求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